大家好，欢迎来到香光正念生活禅，我是禅子。今天的主题是从老鼠人文化中找回生命的真意。最近抖音和网络上流行一个名词，叫做老鼠人文化。所谓的老鼠人，并不是人面鼠身的人，而是指像老鼠一样过生活的人。他们白天没有精神，不想工作，不想社交，不想出门，晚上却是最有精神的时候，会在深夜滑手机、追剧、看短视频，直到眼睛发酸发痛，都还不想睡觉。他们常说：“数数我啊，真的撑不下去了。”听起来好像很好笑，但笑完之后却让人很鼻酸。因为很多人的笑，可能就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孩子，甚至某段时间的自己。如果我们深入去看老鼠人文化，就会发现，自嘲为老鼠人的人，并不是没有梦想，而是累到没有力气做梦；不是没有目标，而是努力了很久，却没有追求到自己想要的财富、豪宅和经济自由的生活。因此，他们开始怀疑努力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他们可能每天工作8小时、10小时，甚至更久。下班后只想瘫在沙发上。原本想要学英文、健身、阅读、旅行，最后却只是默默打开手机，一滑就是2、3个小时。不是因为手机比较有趣，而是因为大脑已经没有能量了。心理学称这种状态是情绪耗竭，长时间的工作、人际的应对、社群的讯息轰炸，把人的心理能量一点一滴的消耗了。于是他们开始远离社交，逃避责任，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但是此刻，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一件事。过老鼠人文化的人，真的只是工作压力太大、太累吗？或许这只是更深层问题的一个表面现象。真正让人疲累的，不只是工作，而是我们一直活在由自己的期待和别人经验所建构出来的假想世界中。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最多、刺激最强、选择最多的时代。每天打开手机，有人升职了，有人买房了，有人结婚了，有人出国旅行了，有人25岁创业成功，有人30岁就财富自由。网络、自媒体、抖音和其他短视频，不停地把别人的人生送到我们的眼前。于是，我们忍不住开始比较收入，比较外貌，比较家庭，比较成就。最后，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和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因为比来比去，我们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没有别人那么成功，那么有钱，那么漂亮，和那么幸运，有那么好的工作等等。这让我想到《楞严经》里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一切众生无始以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短短20个字，却像在描述今天的社会。什么是迷己为物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价值误认为是由那些外在的工作、薪水、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和社交媒体上的按赞数来定义。慢慢的，我们开始相信，如果没有成就就没有价值，如果没有财富就不是成功，如果别人不认同我们就是失败的人。于是我们把真正的自己交给了外面的世界。接着《楞严经》说的失于本心，这是说我们会因此慢慢忘了自己作为人真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忘了做一个人是有爱心、有关怀、有理性、有创意和有智慧的。甚至依佛教经典说，人还有一个被称为真如本性的真心，这是作为一个人最纯粹，也蕴含了无穷潜能的心。
这些珍贵的人性和真心潜能，就在我们用外在物质定义自己的时候迷失了。我们忘了理想和抱负，忘了人的爱心、关怀和生命的意义，最后变成了为物所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情绪是由外在的事物来决定的。薪水高一点就开心，股票跌了就焦虑，别人称赞你就充满自信，别人批评你就开始否定自己。你的人生不再由自己驾驶，而是不断被外面的世界推着走，就像一艘没有锚的船，在风浪中不停地漂流。这正是许多人痛苦的来源，不是因为命不好，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也是个完整的人，也可以创造出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我们不擅长赚钱，却有很高的情商，可以服务别人，为别人创造很多的快乐。也或许我们无法过上开豪车、常出国旅行的豪阔生活，但我们却有一群真心相待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吃路边小摊，一起去公益团体做志工，一起研习佛法真理和生命智慧。所以，如果今天的你也有一点点像老鼠人，请不要急着责怪和贬低自己。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快的往前冲，而是停下来问自己几个问题：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真正的能够定义生命价值的，难道只有财富、工作职位和名牌车吗？很多受到人敬爱、让人怀念和赞叹的人，是因为财富，还是因为他们的爱心和智慧帮助了很多人呢？再更深的想一想，财富自由的人难道就没有烦恼吗？不，有的富豪甚至有更多的烦恼，烦恼到无法安心入眠，因为他们也要担心企业会不会被淘汰，公司股票下跌，或身心健康出现红灯等等。只要内心一直追求更多外在的东西，不论是财富、名位或权势，就会有很多的烦恼。因为即使很多的财富，它的生命观和价值也是由外在的事物来评定的，这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很多的时候，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更多，而是不被更多所绑架，并且能够以最纯粹的自己的真如本性连结上，透过各种的因缘开发自己的潜能。真正的富有也不是银行里有多少钱，而是你的快乐不需要依附在外面的事物上。佛法并不是要我们放弃物质的生活，而是提醒我们不要让物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工作可以努力，财富可以追求，梦想也可以实现，但不要忘记，真正决定你是否幸福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你的心是否真正的自在，也在于你是否有把迷失在由物质定义的生命价值中，把自己的注意力带回来，与生而为人最宝贵有最纯粹的真如本性连结上，同时去开发它潜在无限的能力。当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慢慢收回到自己的内心，不再一直和别人比较，不再把价值观建立在外部的掌声上和物质上，我们才有机会重新找回那个真正的自己，以及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最后，送给大家一句值得慢慢体会的话：人生最大的迷失，不是走错了路，而是走了很远，却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世界里，找回自己的本心，不再只是追逐外在的成功，而是活出内心真正有意义的人生。祝福大家不只是生活得更好，也活得更自在。我们下周见。